喺世界願望月對 Make a Wish 嘅支持，無論係任何形式嘅捐款，定係報名做義工，或者係同身邊嘅朋友去宣揚我哋嘅使命咧，你嘅一小步都為重病嘅兒童帶嚟生命嘅轉變。你哋嘅愛心同支持對我哋嘅願望團隊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動力，每一份支持都嚟得好重要㗎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可以集合所有嘅醫生啦、醫護人員、善長人翁同埋義工嘅力量，為更加多重病嘅細路仔實現佢哋嘅願望。希望你都可以同我哋繼續一齊攜手讓病同願望成真。我哋願望團隊會繼續努力，將大家嘅祝福同支持傳遞俾每一位重病嘅兒童，令佢哋有希望去面對各樣嘅挑戰。